過去幾星期為大家介紹咗對傾向性不法分子嘅刑罰延長嘅規定，今日將為大家介紹對醉酒者或等同者嘅刑罰延長嘅規定。根據刑法典第81條同埋第82條嘅規定，如屬下列情況，法官須對正在服刑嘅犯罪行為人、酗酒者、有濫用酒精飲料傾向者以及濫用麻醉品者，以3年為一期，2期為限，連續延長刑罰，即最長可將刑罰延長6年。第一，行為人以往曾犯罪，且就該犯罪被科處實際徒刑。第二，各犯罪均係喺醉酒狀態下實施嘅，或者與行為人酗酒雜癖或濫用酒精飲料嘅傾向或濫用麻醉品有關。以及第三，為使行為人戒除酗酒雜癖或消除濫用酒精飲料傾向或麻醉品依賴而有必要延長刑罰。例如甲有酗酒雜癖，而且過往有因酒後傷人而被法院判處2年實際徒刑，其後甲又再一次因酒後傷人而被法院判處3年實際徒刑。喺本次3年徒刑屆滿時，如為使甲戒除酗酒雜癖或消除濫用酒精飲料傾向，法官須以3年為一期，2期為限，延長其刑罰。